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快乐，我的脚要因为耶和华来歌舞。我要因为你的拯救来欢喜，来快乐。无人会当亲像耶和华伊遐那圣洁，因为除了伊外无别个上帝。咱专心来敬拜，专心来学乐，咱的心单单要仰望主，咱的心要单单仰望主。即时咱用来信用个别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地为着道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加一个全能的上帝大兵，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来学乐，学乐主，伊耶稣愿荣耀归伫伊，愿荣耀归伫伊。咱要举起咱的双手来学乐，要直到永远。咱做来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乐主耶稣。荣耀归主，我荣耀归主，学乐主耶稣，我荣耀归主，你高永永远远，学乐主耶稣，学乐主耶稣，我荣耀归主，我荣耀归主，我荣耀归主，学乐主耶稣，我荣耀归主，你高永永，学乐主耶稣。
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的话是真甘甜，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咱们举起咱的双手来学乐，来感谢主。咱的拯救是对伊遐来，咱只用这首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我奉你名举起双手，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我奉你名来举起双手来做。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的慈爱真正真甘甜，主的慈爱伫咱的身躯，咱就无惊吓；主的慈爱伫咱的中间，咱就有平安，咱就有笑容。当咱早起闭起目睭的时阵，咱较无跟主更亲近。我们渴慕神在我们当中，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渴慕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温暖，因为主进入你的内心，我们的心得到安慰，我们的心有力气来面对整天的程序，是由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个道路是安稳的，这个道路是平顺，即使有跌倒的时候，主会牵着你的手起来。我们谢谢神，我们谢谢神，咱用华语来用这首从早晨到夜晚。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你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
向你传明我心意。早晨，我睁开眼睛。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你听你声音，心中欣赏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我是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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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多渴慕主啊，你来到我们身边，你来带领我们一天的行程。主啊，不管是顺利不顺利，我们相信这每一个环扣都有神的旨意来操练我们，同时来祝福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高举你的圣名，你是配得我们来赞美你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是比生命，我们的生命更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你里面，我们的脚步是稳当的，我们是没有害怕的。因为我们感谢主，我们住在你里面，我时常来受着主你来保护我们，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对你来寻求力气力量，是因为我们身体我们心里软弱。我们对你来寻求智慧，是因为我们愚笨。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保惠师没有离开我们，与我们同在。从早晨到晚上，我们是多么渴慕你，我们是多么渴慕你。我们的心神要时常荡然换新，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跟你更贴近，来明白你的心意，来寻求你的真理，来寻求你的力气，寻求你的智慧。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因为你来夸口，我们的生命要因为你来日日来更新，我们日日来体验神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咱继续有着咱的功德事项，咱继续咱开始做来祈祷。不管我们有外显的罪，或是在内心以为未显的罪，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祈求你的赦免、你的洁净，还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匍匐在你面前，求你洁净我们，并与我们同在。主，求你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与你更加的靠近，让我们的心与你更加的贴近。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教会，这样漂亮的、安稳的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爱你，一起来聚集，一起来祷告。我们没有战火的攻击，没有信仰的威胁。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怜悯那些在饥饿之中，在患难之中，在战火流离之中。主啊，求你怜悯他们，得到福音，得到生命的平安，和得到人生的平安。主啊，为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多青年的工作来兴起。主耶稣，让更多青年、少年和孩童的工作能够再继续的兴起。主啊，我们仰望你，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主耶稣，我们也为了在教会里面有病痛、受到身体的限制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们，更求主在他们的心里面成为那样子一个平安还有喜乐的泉源，用那样的平安，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来充满他们，让他们的灵完全能够被你高举，被你能够来充满，被你完全的得着。主啊，我们仰望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你，主啊，并且跟随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圣愿我们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你有那亲密的交通，并且将福音的好处尽都传扬，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高牧师的口，让他说出的话都是从你那里来，使我们得益处。请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仔来读起英文，我来起，大家来应。高水的乔恩吼。感谢主，乔恩伫教会内底吼，可以这样走来走去啊，大概可以有这样子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大家心里面都充满着喜乐。主啊，我耐心听候上主，伊有按通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现况，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互我行到一块顶，互我的脚步稳。伊教我用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侪人看过就肯来信靠上主，全是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我安排计划遐尼多。即使甲你米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着听。今麦请圣诗队来为我们献诗，天下万国众人就听。哦，这是会中对不起。好，请大家起立。
即马是消息报告的时间吼，歹势我台语无啥练转，我会使讲可以吼，我欢喜着，大家欢喜就好啊。那个每次要那个练习，每次要那个司礼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我都会在家里练台语练非常久，可是每次上来的时候还是会袂认凳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包容。今天主日是长荣中学请安主日，我们非常感谢谢文淑牧师来请安报告。请兄姐关心教会学校施工的需要，请预备心代祷与奉献。因为我是一个3个孩子的母亲，所以我真的觉得一个好的学校和好的老师，有基督的爱的学校和基督的爱的老师，对孩子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谢谢牧师，你们一直持守在这里面，愿主的光照耀在长荣中学。今天今日是台华语礼拜合并吼，所以小组暂停聚会，顺延1周吼。9月2号有那个区会议，然后有方便协助招待的兄姐跟属会长老告知。然后9月7号是圣乐主日，然后有邀请颂音合唱团来带领聚会献唱。下个礼拜天吼，请大家邀请亲朋好友踊跃来参加该日主聚会。然后9月20号有第3区的联合运动会，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像我在看病人，就是病人看病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有3高的问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都会跟他们说，现在对你来说，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的事业，甚至不是你的家人，而是你的健康。因为你没有健康，你的事业和家人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联合运动会不只是一个联合运动会，希望大家把保养身体、操练身体当作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哈。然后社区音乐班9月13号就要开始开课咯，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好，然后我们现在邀请哲恩，哲恩今天是我们的帮我们打鼓，对不对？今天哲恩非常棒，帮我们打鼓。哲恩，来，我们来，请你来为我们读2段圣经。华语的部分。大家平安，我要共读圣经的话语，以弗所书第5章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罗马书第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哲恩哦，看哲恩一次比一次觉得越来越好了，而且还加入我们的侍奉，谢谢哲恩。那么我们请我们的谢牧师来为我们证道。现在是为孩子们祝福祷告的时间，我们请孩子来。咱就请慧君姐妹来给咱带领，咱今日聚会啦吼。
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吼，咱先请小朋友拢会当先起来吼，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就是咱教会吼伫头拄有讲到讲即个运动会吼，就是这是咱第3小区的教会的运动会，所以即个运动会是交谊的吼，是交谊的活动，所以真邀请咱的兄弟姊妹，等下礼拜煞会当落去1楼的所在公布栏吼，咱有即个有4个项目。一个就是即个趣味竞赛，叫做2人3角，你会当招你的太太甲你的翁，做伙去参加，若无的话，咱原则上咱这活动会办，就是姊妹牵姊妹，兄弟牵兄弟啦，佮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同心合意的前进啦，就是说我们实际上2根棍子，然后上面放1颗球，然后到达一个目的地绕回来，这是另外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叫做无敌风火轮，这无敌风火轮呢，就是伊用一个布带这真大真宽的布带，然后每一个人入去内面有5个到6个，然后人入去了就换咧，然后来开始行，所以共款有哪是行1日转来，所以这个趣味竞赛有3项，这是牧师伫遮甲咱报告，目前咱即摆拜2的青年目前有3位参加。因这青年有一个讲甲我讲牧师，敢有老人要参加？咱教会敢有老人？我讲是安怎讲？伊讲我干那要牵老人做伙。我看伊真有意思哦，伊是单亲的一个姊妹，但是我感觉伊真欢喜，每一摆甲我讲有老人无？有老人无？我讲有，我这老人真多吼。但是我感觉伊真有心，嘛期待讲咱兄弟做伙来参加啦吼。原则上咱这拢有场地险啦吼，场地的保险，所以即摆咱。第3小区目前有的教会已经报名要到100个人，所以牧师鼓励咱，因为牧师是区长，咱大桥教会要招咱的囡仔，也是咱厝边隔壁，拢会当邀请，这是足好的机会，跟咱建立关系的时阵啦普通时你要甲伊讲信仰无容易啊，但是这个活动难得会当邀请咱亲人朋友做伙来参加，嘛会当牵咱的关系搁较好啦好，牧师伫遮嘛甲咱小可报告一下，咱教会嘛请咱继续为着咱教会建堂的捐款的工作，继续来努力关心大道甲奉献。咱教会3楼的这个阳台的部分，这礼拜嘛已经电火装好，明仔载就会装2天的这个冷气的部分。未来咱目前为止今年的进度就是先安尼的工程啦嘛请咱继续为着咱教会的捐款的工作关心大道。我想咱的每一个人的奉献，无论多少，我相信咱的奉献对上帝教会的起造，会当互咱的空间发挥搁较好的功效，就是会当做上帝的工。咱会当做这个未来咱这3楼的所在，牧师真期待有机会咱做咱的学生的读册的所在。因为其实学生来到第1楼，有当时这个门进进出出因无法度专心啦所以其实咱即摆这个位置伫含大桥国中国小阮这个穆恩最近已经带领一个准备啦有一个姊妹是的同学，2年级的同学，即摆伊的爸爸伊是这单亲的家庭，但是伊爸爸因住伫安南区这科学园区所以伊爸爸真欢喜，甲伊的查某囝带来会当做伙参加咱后礼拜咱的这个社区音乐班，所以伊的爸爸伊真有心，真欢喜，嘛甲阮讲真无歹势，甲阮插做。我讲袂要紧，教会就像咱的家共款，所以牧师邀请咱每一个活动、每一个事工，拢需要咱大家做伙相甲关心大道啦牧师伫遮来先介绍咱2位朋友啦就是今仔日这个胡生佑，就是咱的觉华的男朋友胡生佑，咱请伊起立好无？咱给他拍欢迎。生佑本身是原住民吗？原住民所以应该台语听不太懂一点点好，那待会谢牧师再麻烦国台语交杂，好不好？好，谢谢，请坐，欢迎他生佑，他本身是游泳教练，他本身也是健身也是跟觉华一样都是健身的事业所以我们期待有机会未来我们教会出去，我觉得热身很多热身操啦，运动方面可以请他们来带我们欢迎他。那另外一位是黄宏斌弟兄也是更生团契的同工，他也高兴，他今天刚好带了，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有订购产品上次他们来
其实很快就一扫而空吼。迄摆是真正无准备哦，真正袂记你顶一礼拜，袂记你报告吼。但是吼，迄天真正感谢上帝，咱兄弟姊妹拢真踊跃甲因鼓励啦吼。好，这个时咱请坐吼，欢迎你吼。这个是咱做伙来为着这个细囝，咱做伙来关心家己祈祷吼，来祷。天父，阮的上帝，阮要将这个细囝交伫上帝你的圣手。愿每一个人拢是上帝你所创造美好的生命个体。愿上帝你将做阮的帮赞。当我们生命需要主的时候，是我们看重神你所创造我们的生命如何发挥做光做盐的功效。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不仅连结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也恳求神你的圣灵来修剪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果实。我们恳求神来带领我们这些教会的每一位年轻朋友，让他们在人生成长的路上学习神的真理，学习圣经的话语作为他们生命的准则，也让他们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学习将主的爱、主的福音分享出去，让他们能够作为神你所重用的仆人，在这社会上，在这国家，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能够做神你的见证人。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你的爱聚集我们，因为你的恩典丰富我们的生命。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上帝祝福你们。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互食牧师，牧师会安排一季啦牧师会落去跟咱的主日学做伙斗阵所以今仔日咱嘛邀请这个食牧师来跟咱分享上帝真理话命的话哼去一遍，互我写甲伊欢迎多谢。谢谢吴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长期以来感谢吴牧师，感谢兄弟姊妹对中原中学的关怀甲疼，会当互我搁一届来甲伫咱中间，甲大家相甲分享。我知影今仔日是咱国台语合作会对无吼？我即摆爱知影，就是有咱内底有台语听无的，有大部分咱华语拢听有嘛吼，华语拢听有，所以我可能会难咧讲。安尼我毋知对咱兄弟姊妹伫信息顶面 OK 啦吼。好，感谢主，嘿，感谢主吼。因为伫学校我负责的课程吼，咱知中原中学是咱的教会学校，所以有圣经课程，这是伫咱的台湾整个的学校内底无几间会当安尼上安尼的课程。佮另外就是讲，咱的课程已经是入去伫教育部。进入教育部的课程，所以会当伫咱的学校会当足大方的讲圣经故事，讲耶稣的疼，拢毋免烦恼。这就是伫咱教会学校的特色，因为写做咱的校本特色。咱学校是安那有中原中学，就是因为耶稣的疼，找派宣教师来到咱台湾这块土地，互咱会当伫遮安那。会当有知识，会当认捌耶稣，真做咱的救主。我想这是伫咱的生活内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很奇妙的爱在我们里头，让台湾这块土地蒙恩蒙福。好，伫遮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为主来编织梦想。我毋知咱大家有梦想没有？有。兄弟姊妹，咱有梦想无？有啦吼，咱若有梦想，咱就有希望。上帝创造人就奇妙，上帝创造人很奇妙。我想要请问，就是讲，我们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做梦？会不会？会啊，就是这么奇妙啊！上帝造人就是这么奇妙，互咱困的时会做梦，醒着的时候会不会有梦想？会。所以我就跟孩子讲说，我们会有白日梦。对不对？就醒着的时候就会做梦，所以来，伫圣经内底向上熬做梦，在圣经里头谁最会做梦？在你的约瑟对不？约瑟上熬做梦啦，约瑟最会做梦啦，梦到让他的哥哥都把他给卖了，对不对？嘿，约瑟上熬做梦，梦到红卖到埃及去，对吗？而且上帝也给约瑟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恩赐。
就是因为他会解梦，对吧？咱有当时迷茫，咱会迷茫啊，足奇怪，是安那上帝我会做这个梦，但是约瑟就是这样奇妙。约瑟就是这么奇妙，神在他身上有这么棒的恩赐，他会解梦，也因为他解梦拯救了以色列的，是因为伊会解梦哦。伫迄个过程，伊的人生的过程，吼，咱会当看到约瑟伊人生的过程，红卖个安那无卖完，被卖了还要跟他的哥哥说谢谢啦，是因为我先来到家为恁备办一切，对吧？嘿，所以你也看到讲约瑟他的人生，他也做梦，但是呢，神让他真的是实现他的梦，对不对？上帝就是这样奥妙，所以伫咱细汉的时阵，那嘛是我的梦想。在座的各位，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应该5年级的老师常常会写我的志愿，对不对？哎呀，我会写我的梦想啊。所以上课的时阵，我嘛会甲囡仔讲，写下你。来，我拢甲囡仔一张纸，互因开始写啥？写我大汉想要做啥，我即摆想要做啥，我未来想要做啥，我有没有我的梦？有。囡仔会安那写，现在的孩子要教他怕很难呐。即摆囡仔你敢若要教伊惊，足困难的，你敢知影？即摆囡仔逐项拢毋惊，所以伊足有勇气。伊的勇气写啥物？伊讲我要去冒险。囡仔会讲我要去冒险，我要去演讲，我要出国留学，我要平安长大。平安大汉实在是无啥困，无介简单吼，因为我们的社会充满着很多的危险。伊讲我要会当讲足好的英语啦，吼，过来伊讲安那，我要出国去，所以即摆足侪囡仔出国，安那出国，家己去啊，用啥家己去？用一支手机啊，一只手机，他就可以环游世界呢，因为他很厉害，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不要跟着旅行社，会跟旅行社出去的都是老人。你知即摆囡仔吼，因拢有应该哩足大的想法。个另外伊讲啥？我要赚大钱。这是咱这个时代，这个世代孩子他们在想的。所以今仔日要照着拄则咱的小朋友，伊念的这2段经文来甲咱大家分享，为主来编辑咱的梦想。我拄则看到咱的囡仔捧迄本圣经的时阵吼。互我想到，昨暝牧师在甲我问讲，我敢有做 PPT 啦？我甲伊讲无呢。我甲牧师讲，我即摆讲道无要用 PPT， 除了等的学校的影片。恁敢知影是安怎？咱即摆这个时代，咱拢靠啥？靠 PPT 啦，靠手机啦。一天若无电的时阵，性思想唱，更轻唱尔。你知影无？因为我顶回去一间教会，我上次去一间教会，因的电脑忽然间当掉，大教会非常大，聚会300-400个，咱拢靠啥？靠电脑。伊讲圣经足重，圣诗足重，所以那，迄天拄好电脑害去，伊讲因规教会谁唱？圣诗徛起来的时更轻唱，无人唱，所以迄天。我要去进前，伊就会先甲我讲，牧师歹势，阮的电脑随时会停去呢。我甲伊讲，你放心嘛，无电脑共款讲道啊。伊讲要安那？我讲兄弟姊妹专心听，专心听。伫遮我要含大家讲一个真正的故事，发生的故事。顶个月。风台对吧？咱即摆台湾随时拢爱应变，台风随时到。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台风假，随时有风台啊。但是上个月的台风，互咱对倒位起来，无人知影对台湾海夹起来，对无？后来对迄个台湾海夹起来的时阵，我就甲我牧师讲过啊，伊还袂起来，我讲若对遐起来就惨啊。因为遐无山啊，没有山可以挡，一上来一定很惨。台湾的特色就是铁皮屋，就会掀。后来，所以迄个风台回来没有屋顶，
还有没有什么？来，洪太来，除了那个屋顶掀掉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没有电。再来，没有水。好，来，没有电有没有关系？对你的人生来讲，能不能活下去？没有电能不能活啦？可以活。没有水能不能活？不行。好，感谢主，那就清楚的就是讲，没有电没关系，他可以活下来；没有水不行，他活不下来。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以后台湾这个岛屿安那海岛型的，你有看到无？咱海岛型空气摆飞咧就过，化落雨就落雨啦，化出日就出日。咱若最近的天气就是安尼。我要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讲，伫咱的人生内底，如果你若是经历过1年半拢无电，你的人生会安那？哇，足刺激的对无？好，来，咱会当想象遐无电，1礼拜、2礼拜，就已经新闻直报、直骂对无？后来有一个囡仔，伊对伊的家庭内底有1年半的时间拢无电，1年半哦。这个故事是实实在在的故事，1年半伫40多年前，规庄头全村庄都有电，就是这个家没有电。为什么没有电？就是这样，他那个道路拓宽，这个家必须要往旁边，这间厝爱边仔煞啦。啊，因为安那路边厝，因庄头的人就甲告，讲迄土地阮的，结果去查迄土地啥的，国有财产局的。所以伊山对边仔去，政府嘛足奇怪吼，伊讲你咧告诉，所以无要互你电，1年半拢无电。迄年半的无电，拄好拄着即个囡仔要创啥物款？要高中联考啦，所以逐工拢安那点蜡烛在读册，点蜡烛在读册。因兜有冰箱袂用哩，有冰箱不能用，有电锅不能煮，有电视不能看。所以这个囡仔逐工下课，第一个工作要做什么？天还亮着的时候，紧写功课，赶快写功课，再来嘞。练了一身好功夫，爱晓烘茶、煮饭，爱晓烘烧水、洗身躯，吼，啊有足刺激的吼。咱若点过蜡烛，以前佫无安尼想讲啊，无就用一个管仔甲缀咧蜡烛，但是蜡烛会滴无？会啊，你蜡烛若滴着这茶，就会安那留下痕迹啦。所以迄个囡仔的厝，你若去甲看，到即摆伫咧迄个厝吼。柜拢是蜡烛的所在。好，这个记号，互这个囡仔安尼1年半的时间，拄好伊要考联考，处理家庭经济佫歹，伊就甲家己讲，伊若无调公立学校，他就要上班呢。国中生，伊若公立学校无调，家庭经济无法度互读册的时，伊就爱去工厂上班啦。所以逐工在点蜡烛，在读册的时阵，伊就看迄蜡烛安尼烧，安尼烧，总是上帝足奇妙的。这个家庭是安那？这个家庭是基督徒，规庄头敢若这个家庭是基督徒，所以规庄头甲因讲，恁的上帝咧创啥？互恁兜拢无电啦。你知影迄种的心情无？大家对基督徒就侪对基督徒就有很多的挑战。全村庄都有电，就是你们家没有电，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啦？有没有很大的挑战？有啊。结果呢，这个小孩最喜欢去教会，为什么？有电啊，教会有电啊，有光啊，伊就上爱去啊。佮兄弟姊妹介疼，所以就甲因斗相共，写诉讼文。没有钱请律师，就请长老写诉讼文。这个小孩还有一个梦想，他说：“我来跟总统写个信好了，他怎么这样待我们，对不对？”好，上帝的爱开始营造这个小孩的勇气，因为他经历了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每天学会跟上帝说话，逐工啦，逐工的上帝甲落啦。伊的妈妈讲咱爱靠赖上帝，伊的妈妈讲咱敢若会当甲上帝讲。所以这个孩子伫教会内底，长辈爱他，左右邻居疼他们。虽然家里穷，
但是这孩子也没有因为这样就失望了，很奇妙。所以他开始每天都大大小小的事都跟上帝说：我要考上公立学校，我要认真，我要努力。就是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讲，我用台语讲更较清啦。伊讲，所以唔通戆戆啊。圣经安尼讲哦，伊讲吼，所以唔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咱的生活内底唔通戆戆啦。上帝话安尼甲咱教呢，有台语就是遮水吼。我伫校教台语，所以我是台语老师啦吼。所以我拢会用台语甲囡仔讲。好，伊讲我们不能做糊涂人。足侪时阵咱足糊涂的，但是上帝话提醒即个囡仔讲，你唔通戆戆。所以伊甲上帝讲吼，我袂当做一个无知识的人，我不能成为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伊甲上帝安尼讲，伊讲我知影你听祈祷，所以我要甲你讲，求上帝帮助我有正向能量。你知影通常咱若拄着困难的时阵，啥物上紧？失志啊，埋怨啦，对无？开始骂上帝啦，总是上帝互即个囡仔足奇妙的，充满正向能量，陪伴伊1年半的时间，足奥妙的，足奥妙。1年半了后，伊去读册，伊考到公立学校，伊去读册，一天敲电话转去，伊妈妈讲：咱兜电来啊啦，因为民意代表看不下去啦，吼，因为迄个民意代表伊的先生互人赶伊出来竞选的时候，妈妈去找伊。伊讲我艰苦人，咱的政府互阮兜1年半拢无电，咱哪有即种政府？迄个竞选的妇女，怎带来去因兜甲看，讲天哪，安尼你过偌久？伊讲我过1年半。伊开始去查，对公所去查，对电力公司去查。伊讲你是安怎互一个台湾的百姓过安尼日子？啊，足紧的呢。有点写有骂有差，一礼拜电倒来啊。我妈妈讲开查遮济啦吼，总是迄个过程有真济坎坎坷坷的代志。上帝奥妙，互即个囡仔考到公立学校，伫毕业了后，上帝更较奥妙，一路带对新竹去哩。伊怎伫科学园区开始上班，上班了后，伊做甲工程师。总是当伊伫做工程师的过程内面，有足侪上帝的声伫伊的生命内底开始伫甲讲，甚至伊拄着伊的至亲来过身，总是伫伊遐人生，伊感谢上帝。伊讲时间到，上帝呼召时间到，伊读神学院，伊真做上帝的奴仆，就亲像伊甲上帝讲一样，我的梦想，我的梦想，要真做你的路用，我一世人要跟对你，安尼辛苦，上帝造就伊生命的经历。互伊会当真做上帝的奴仆，继续为着伊来做工。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有真多的时阵，检测咱拄着困境，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遇到了职场的霸凌，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难处，甚至我们会在抱怨里头，在怨恨里头。但是神这么奇妙，上帝就是这样奥妙，他是带我们走过风风雨雨的上帝。所以圣经安尼讲，伊讲，所以唔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咱真诶爱去明白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到底要做上帝爱咱做啥物款？所以伫罗马书12章20，伊安尼讲，伊讲无你甲即个世间共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咱家己，互咱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一样啊！兄弟姊妹，当你真做基督徒的时阵，咱有偌济物件，甲这个世界无共款。我们有没有想过，你是基督徒，有多少时间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尤其在这个月，这个月什么月份？这个月是大家拢足惊的月呢。你敢知？嘿，台湾人唔惊死惊鬼呢？你敢知？所以就爱拜假呢，但是你我拢基督徒，咱拢毋惊鬼，因为咱知影咱有上帝。所以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会遮尔啊，甲世界拢无共款。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你我，我们不能照这个世界的风气走。来，电视一个，逐工开，逐个拢在等一个人讲话，
什么人？迄个人讲话全世界就乱啦，迄个人叫做川普啦，对无？所以咱来看，咱若对了这个世界安尼走，跟着世界的风气，跟着流行，跟着时尚生活，有足侪时阵，真侪基督徒的你我，我们会迷失方向呢。咱的梦吼会被一个人给乱了。咱原本有足侪梦想，有时阵就是去互人影响。总是上帝就爱你徛在的是咱游园，若无对伊行，咱拄则的诗歌唱的，紧紧的跟随。咱若无，咱的人生就安尼飘来飘去。所以我甲囡仔安尼讲，伫学校我就爱甲囡仔讲一句话，我说我们要有我们的风格。所以我甲囡仔讲，啥物是流行，啥物是你的风格，无共哦。流行很快过去，今年流行裤垮垮，明年流行裤下下。总是咱来了解咱家己穿垮好看，穿下好看，穿啥物好看，迄就是咱的风格啊。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所以我上课的时阵，我拢爱甲囡仔讲，头前后壁看一下。伊甲我讲无需要看啥啦，我甲伊讲头前后壁你的动作拢甲笑一下。我甲伊讲你看到啥？看到伊在笑。我讲你无甲伊讲你好一下。伊甲我讲啊是要安怎？我讲我爱你头前后壁看，就是咱大家拢生做无共款啦。上帝遮奇妙，做你做我，做男做女，大家拢无共，对吧？是啊，所以就是袂使比较啊。但是人就足爱比啊，比你有诶，比你无，比车，比厝，比啥？所以我甲囡仔讲，我甲伊讲，上帝做你就是遮奇妙，无爱互恁比较，互恁大家拢无共款，互你诶梦嘛无共款。所以你爱知影，我们要知道神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要做啥物。所以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无你甲世间共款，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要跟世界不一样，要什么？要勇气啦，知道吗？你要跟别人不一样，你要有勇气呢。所以你要很清楚，这阵的话无个是我。你现在活着不是自己，而是为着谁？是耶稣在我的里面活着，是主耶稣伫我的内面的活。这阵的话无个是我，是主伫我的内面的活。所以咱爱捌咱家己啦，认识自己。我唔知咱。兄弟姊妹，你捌你家己有偌济？有一个英国，我最近直直甲囡仔讲爱去看这本册，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韩蒂。查尔斯·韩蒂已经是80外岁，要90岁的一个阿公，伊安尼甲伊的孙仔安尼讲，伊讲吼，迄个正思考，好，咱爱正面的思想，爱去丰富的选择你们。想要做啥拢袂伤慢，想要做什么都不会太迟。即便你今天80、90岁了哦，8到10岁啊，要做啥拢袂伤慢哦。伊讲圣经甲咱讲，无你甲这个世间相款，就用心智变化，心智变化家己，互你明白啥物是上帝的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所以讲，咱毋免甲人比较，啊嘛毋免怀疑家己的能力。我们常常怀疑。不信自己做得到，不信我可以爱你，不信我可以鼓励你，不信我可以跟你很好的相处，不信你自己可以去接纳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时常甲我的囡仔讲，我说你的妈妈讲理啦，只有对一个人不讲理啦。我跟我先生说，我只有对你不讲理啦，对我跟其他的人都讲理啦，所以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能力，无共款的运数。会晓人会晓教数学，我都袂晓呢。人有诶琴弹啊足好，我可能就干会晓弹圣诗啊。咱若接纳上帝就遮奇妙，互我会晓做。咱若肯定咱家己，开时间认捌你家己，开时间投资你家己。互咱有够额的能力来认捌你家己。若是安尼，你才会当发现着上帝伫你的生命内面，到底要互你做啥物款？有个人种菜、种花、种啥，种甲足好诶；有个人可能安那种安那死，你敢知？对啊，这就是上帝互咱无共款啊。所以咱才会当肯定咱家己，
互咱知影讲哇，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互我甲人无共款。这就是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爱互足清楚去认捌咱家己，过来认捌这个世界，认捌这个世界。兄弟姊妹，咱对咱的世界认捌偌济？世界会改变无？会呀，来，伫我迄个时代，电视是黑白的，也无啥物冷冻食品啦，嘛无隐形眼镜，知影无？你有看伊？你莫想讲无挂目镜拢无近视，我甲你讲，我挂伫目睭底。所以以前嘛无这，以前买物件拢爱现金，对无？即摆免呢？即摆一张卡片撸下落去安尼，对无？啊无手机啊撸出来，佮嘛会当纳钱安尼，时代无共款啦，对无？所以一支手机啊砸出，逐项拢会去佚佗也会，开钱也会，对无？逐项会，吼。所以时代已经科技改变咱的生活，总是嘛无人会知，迄个网络遮好用，对无？是安怎好用？脸书啊，面册啊，安那？你要找你过去几年的朋友，竟然内底拢伫遐，佫会甲你讲伊即摆生做安那，对无？我的同学伫找的时甲讲，哎哟天哪，你拢无老，即句话听甲拢足介意的，你敢知影？通常咱爱知影，就是讲，即个物件对咱的影响到底是正面啊负面，拢爱10外年后，你才会当知影啦。上帝带即个世界改变，拢伫伊的旨意内面。无咱的疫情，咱就拢无法度相甲敬拜，敢毋是安尼？伫一个改变内面，上帝有缘有出路，互咱透过网络会当看到牧师。你知影看到牧师偌重要？你知影兄弟姊妹看到牧师到，迄个心就定啦。尤其是探访的时，牧师若为你祈祷的时，迄个感动，你就讲哇，上帝啊，感谢你，差派你的路步来甲伫遮带祝福。所以你甲看咱真正安尼的改变，伫咱的时代内面，直变，总是伫遮，咱真诶爱明白上帝的旨意伫倒位。咱对咱家己的了解，对世界的了解，咱有缘爱倒来家伫上帝的面前，知上帝的旨意。所以伫箴言4章23节，伊安尼讲，伊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一切。所以我甲囡仔讲，心想什么说什么，心想什么做什么，对无？所以我拢甲囡仔讲，好好说话，说对的话。啊，这就是咱伫咱的人生内面，咱最重要的，咱爱充满信心。搁安那，互谁人带？互上帝带，毋是互翁带，嘛毋是互某带，嘛毋是干那互老师带。诚做基督徒的你我，咱爱知影，咱要互上帝带咱的人生。上帝的旨意永远超过咱所想象的。全校即摆中英中学即摆囡仔差1400外个，目前若私立学校来讲啦吼，大家拢讲少子化嘛，啊，就是少年的都，我就佩服吴牧师的啦，伊比我较厉害啦。吴牧师生4个对无？伊比我较厉害，我生3个。所以吼，我若去牧会的时阵，我拢甲我的兄弟姊妹讲啦，向我看齐。最起码生3个，所以在座各位向吴牧师看齐，至少生4个。主日学家己生啦，这阮的长老讲的，所以阮主日学20外个啊啦，足奥妙吼。我也毋知上帝就一号一号一直带，人个日本妈妈真诶向我看齐，2个拢生3个3个，你敢知？吼，所以上帝旨意永远超过咱所想象的啦。所以咱爱去明白上帝，啥物是伊通欢喜的事。啥物是伊通欢喜的事？伫我牧会过程内面，阮牧会教会对庄脚我会记，若要找阮牧师吼，就是大概若毋是建堂啦吼，啊，就是安那教会爱了整理啊，所以阮就教啊啦吼。我会记第一间教会，阮的教会伫庄脚，伫倒？伫菜市仔对面。菜市仔对面有一个妈妈，伊就带囡仔来，伊安尼讲，伊讲我的囡仔吼癫痫。癫痫你知道吗？就是养型嘛，吼。啊，迄个妈妈带囡仔来，伊讲互我看足侪医生，到尾一个医生安尼甲我讲啊，带去教会要不要？试一下。
不然你一天到晚一直牙带去教会，那个妈妈很忧愁，就把孩子带来，带囡仔来教会，安尼甲我讲，医生甲我讲啦，带来试看卖啊咧。教会对面毋是菜市口，对面搁一间庙啊哦。伊选择是来教会，有够感谢主的。迄个囡仔国校1年尔，妈妈就甲我讲，我食菜啦。我船长的新妇啦，为着即个囡仔我食菜啦。好，我就甲伊讲好，安尼吼，你逐礼拜拢8点就甲送来。阮顾甲吼，你遐收担，遐你甲来带囡仔。即句话偌好用，你敢知？所以我若去菜市仔买菜，囡仔伫遐累，伫遐撞，我就甲迄妈妈讲：来，我8点甲你顾甲你收担，甲来教会带囡仔。安尼来，囡仔来偌济？来30外个，囡仔来30外个哦。即个囡仔来了，等于甲因姐姐抱去教会多好。好，姐姐来啊！姐姐来吼，这个姐姐就比较点底。所以他就开始看教会，这个牧师娘在做什么。他回去就跟妈妈讲：“我跟你讲，妈妈，我后盖大汉要做牧师娘。”伊讲，伊大汉要做牧师娘，哇！我整个被肯定之后哈，哇，那个母爱大增，你敢知影？所以就这样，迄当阵的囡仔30外，我就甲阮长老讲，看教会夏令营会当坐80个。好，我就甲伊讲来，今年夏令营要80个。我拄生囝了，我去着大肚啊！生囝了，我甲伊讲，我即个基本的，搁菜市仔遐40个，咱搁一人招一个80个。我迄个长老看，伊甲我讲：“牧师娘，你在开玩笑，我们从来没有那么多人。你要去哪里找小孩？”甲我讲要搭找囡仔啦。我讲我的上帝讨80个，咱坐甲甜拄啊好。当工嘛算的差不多，安尼咱80个就甜啊，无才调啊。阮长老直直忧愁啦，牧师娘讲要80个囡仔搭来，感谢上帝，迄年拄啊80个坐甲甜。阮迄长老吼年长徛伫外口，囡仔直入来，哇，又高兴又惊慌安尼啦。好，就这样，即个囡仔大汉，一直到我落来台南牧会，青年直直总甲我讲，牧师娘。有一个你带过的小孩说要找你，他长大了。你敢知来的就是迄个国校1年的，上帝奇妙到啥物程度？伊毋是经迄个要做牧师娘，要做牧师娘啦。这讲要做牧师娘对吧？歹势，上帝意思无伫遐，是经这个细汉的。迄个细汉的，即摆做牧师娘伫屏东。你看上帝偌奥妙，总是伊的妈妈是为着伊食菜。好，这个囡仔来教会了后。因为伫遐牧师成立一个读书会，妈妈怎嘛来？这个妈妈不爱食菜啊，来信耶稣啊，对基督做甲长老，即摆是教会长老。所以你甲看上帝的旨意，永远超过着咱想象的。一个细汉的细囝，因为伊身体袂好势，来到教会，带规家来，佮妈妈开始认捌耶稣，开始伫教会安尼对来做平信徒甲当职。甲做长老，即摆伊是牧师妈啦，有奥妙，上帝奇妙的听。所以咱伫咱的人生内底，咱爱去找求上帝通欢喜的旨意是啥物款？第3项要讲的就是上帝的全能超过咱所求所想象的。而且我足感谢上帝，伊一路拣选我，互我会当对做牧师娘，一直到即摆做牧师。伫牧会过程，有遮尔啊侪的故事，诚侪见证。我时常讲，伫学校还佫有1400外个囡仔，就有1400外个故事，就有1400外个人的梦想。总是你爱带因来编织梦想。伫遮个囡仔，因拢毋捌耶稣基督。伫上课内底，咱会当遮尔啊大方，着甲传福音的时阵，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给咱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传扬福音，让我们跟他分享，让他可以在信仰里头领受什么叫做爱。而且这个爱不是牧师的爱，也不是你我的爱，是耶稣的爱，他才能够一生之久，他才不会偏离人生的道路。我最近有一个最感动的，就是我一个囡仔，伊
我入去了后，我入去迄年伊拄啊高三，啊很奇妙，拄着我拢服侍当工嘛，足够输勤的，到尾就透一拢叫妈妈，叫到即摆，拢叫妈妈。他今年从台师大研究所毕业，啊，这个囡仔对静宜读，静宜不过东海读，东海读啊未毕业，中兴大学要爱，我甲伊讲，就多嘛第一个去考掉台师大研究所，很努力的孩子。伊今仔日伫前几工顶个月翕一个物件互我，他把他的论文，把我们学校的牧师的名字全部写上去。他很感动，就是在他很低落的时候，伫伊心情足低调的时阵，遮个牧师陪伴伊行过伫伊人生的路啦。伊讲妈妈，我把你的名字都写上去，我够感动的。你知影伊的论文要放伫倒无？伊的论文会放伫国家图书馆诶。吼，我甲遐牧师讲来，即段拢要送互恁。你看，即个囡仔咱陪伴伊，读到研究所的时，甲咱的名拢写入去。感谢学校的牧师陪伴伊伫人生的路内面。我甲伊讲安尼啦，拜托个去读一下博士咧吼，我不互你写啦。上帝就是遮尔啊奇妙。虽然咱的人生在编织梦想的过程有足侪坎坎坷坷，很多坎坷嘛，没有人的一生可以一生顺遂。但是上帝的爱却从那些高山低谷带我们走过去。过去我们的人生可能都是不完美。我的家庭就无完美啦。我的爸爸吼，甲3栋厝拢搬了了，3块山嘛搬了了，佮歹负债。到我结婚的时候，我甲我的牧师讲，我甲伊讲吼，我甲你讲，我结婚没有嫁妆，吼，就只有我一个，但是我一定比嫁妆更有价值。我就甲伊讲，我比嫁妆更较有用啦。所以伫咱的人生内底，咱安怎去明白上帝伫咱的心上？伊互你的永远超过你所想象的。有一个囡仔，伫我无回过程，我就爱讲这个囡仔的故事。这个囡仔我拢甲伊讲，如果你不孝，第一个打你的绝对是我。这个囡仔的妈妈生3个嘛，甲我共款拢查某囝，生3个拢查某囝哦。总是这个大汉的，因第一代基督徒，这个大汉的妈妈安尼甲我讲吼，我嫁袂起啦。5年的吼，国小5年级，我倒摆甲我头徛咧4架去，转来我甲笑甲尻川拢紫色馒头。你知好事讲安尼笑甲查某囡仔呢，安尼嫁袂起。到高中的时，伊甲囡仔带来互我，伊甲讲无顺娘拜托，可嫁会起无？入来的时阵吼，他们黏甲吼，啥物色的拢有啦吼。啊，迄裙是穿有够短啦吼，啊边仔佫带一个小跟班，安尼知影迄个小跟班是啥啊？小男朋友啦，啊带来啦，我就甲对头靠尾甲看看，我就甲伊讲，来，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肯定一下，去带幼稚班。我叫伊带幼稚班啦，啊，你知影幼稚班的囡仔有足奇妙的，一个若发要尿尿，后壁规阵拢要绑。啊尿尿，你知影伊遐抱啊细汉啊，伊若哭落去都袂看，即裙穿有够短，啊囡仔就甲笑啊，你看吼，看到了。第2礼拜来较巧啊，第2礼拜较巧穿长裤来，伊就惊囡仔甲笑好来。囡仔无安那歹教，只要你疼伊，你笑伊，你知影伊的能力伫倒位，你就有早就甲扛教。即个囡仔一路带，开始伫教会改变。我说你幼稚班带得很好呢，你看这些小孩这么爱你，哇，愈来愈有自信，愈来愈投入，一直甲他们呢转来本色，开始教。我甲伊讲吼，你身材很好，裙子可以穿长一点没有关系，孩子就不会笑你。过来裙拢穿甲直死啊哦，吼，佫一个唱歌呢，啊琴加减的弹，安尼带到伫。阮倒来台南，伊倒来台南读中大，伊佫发现着，读册佫袂安那歹啦吼，就哪个啊开始一路直鼓励，对中大大学部读到研究所，送出国外去，即摆读到博士，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安尼上帝栽培即个囡仔爱偌久？歹势吼，30多年啊！你知影上帝咱伫
母胎内面开始培育一个人，所以你袂使看伊即摆的价值，知影无？你爱想着上帝偌奥妙，伊栽培一个人是对母胎开始栽培到即摆，所以你看一个人的价值，做你袂使甲伊讲哦，你即摆足够弹琴的，歹势。上帝栽培一个会弹琴的人爱偌久？栽培一个长老爱偌久？咱爱安尼看一个人的价值。你敢袂使讲哇，一个水电来着3000、5000，你知影水电来？你知影人迄水电的迄功夫爱练偌久无？对无？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即个囡仔，上帝互伊的超过伊想象的，经上帝经掉即个家庭，3个查某囝，上帝经几个？3个总经来，伊的妈妈，伊的爸爸妈妈生3个拢查某囝对无？吼，啊，即个妈妈从来毋捌想着伊会做牧师妈，但是即摆做牧师妈，后来。因兜3个查某囝，2个拢伫美国，一个伫西岸，一个伫加州做牧师，一个伫东岸做牧师娘，一个伫台湾。有够厚的，我甲你讲，伊生3个拢查某囝，3个查某囝甲生7个拢查某囝。所以我着直爱甲即个家庭安尼伫分享。我讲上帝的旨意永远超过咱所想象的，一个平凡的家庭。上帝安那造就人，安那造就一个家庭，安那看顾，只要咱跟对伊的脚步，上帝互咱的梦想，毋是袂完成啦。咱是毋是顺服上帝带？我们有没有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头？我们有没有顺服跟神说：神啊，我让你用我，我互你用，啊，互你栽培，互你疼，互你惜。虽然我犹原有真济的艰苦，虽然我有真济的痛疼，伫我的人生内底检测有真济的伤痕，总是你若医治我，我就愿意为主你来行，因为你要陪伴我。我想这是伫咱的人生内底最重要的。上帝的全能超过咱所想象的。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但是你要做的事，是不是上帝的事？上帝既然创造你我，互咱有梦想，咱若是为着主的缘故，即阵的话无阁是我，咱所行过的路，拢是上帝要互咱成做咱人生要继续跑走迄个道路的困难。这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只要咱顺探上帝，阁行伫伊的旨意内面。上帝所予咱的，永远是超过咱所想象的。所以，咱才会讲，伫咱的人生充满稳定，伫咱的人生充满上帝的疼。即摆学校有1400外个囡仔，佮加上教职员工差不多1500外个，剩我一个牧师。所以兄弟姊妹，真需要的是咱为着咱的学校来祈祷。学校是咱的，是长老教会的。会当伫台南是咱的福气，宣教师台湾遮济所在是安那独伫台南的即个所在，伊设立中营中学，设立新学院，设立中营女中，伫长老教会内面，设立病院，设立遮济教会，佫是孤独。这是上帝特别对咱台湾人的疼，对遮出发，互咱有第一间学校叫做中营中学，培育出遮尔啊济的人才。咱吴牧师嘛是校友啦，吼，所以咱会当知影上帝要拣选一个人，要栽培一个人，互咱会当享受伫伊的疼内面的时阵，上帝多用力啦，上帝足出力的哦，毋是干那伊即个人安尼是众人疼伊，伊才会当互即个诚做传教者，互即个诚做长老，互即个放伫咱的家庭内面。所以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那就是上帝的恩典。神会把你摆在这个教会，摆在这个学校，摆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你很重要，是因为你最重要的。所以这伫上帝的疼内面，互咱会当为生命继续为主来编织梦想，是为着咱会当继续为着跑走天路。来编织咱的梦想，即便我们年长，即便我们，你会讲，哎呀，上帝啊，我大概若拄着阮迄吼身体较烂的迄年长的，拢甲我讲无孙女啊，我阁有啥物梦想啊？
我阁会当做啥？我讲你足重要的。伊甲我讲我重要伫倒？我讲你毋知，你的祈祷就是足重要的。咱若无用祈祷来到日主的面前，无举起咱的手，向咱的天父上帝讲，所有的梦想都很难成啦。咱若肯祈祷，咱若肯认真，肯读上帝的话，上帝遮尔啊奇妙。即便我们年长，即便我们身体衰弱，即便我们的生命很脆弱，只要我们举起祷告的手，要成的迄个人就是上帝。大气来的上帝，伊要听你、听我，行伫咱人生的路站。所以这是我特别甲我的细囝交代的。我甲伊讲，你拄着任何代志，上重要就是祈祷。甲你所想象的拢起来，甲上帝讲，他会替你筛选一切，他会为你排比一切，他会为你负责一切。这就是咱的上帝，咱当心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因为你听阮，你拣选阮，主，互阮欢喜来到伫你的面前。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将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摆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庭，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有困境。但是神，我们相信，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你要带我们走出困境，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要扶持我们，让我们学习以信心来依靠你，让我们的梦想交在主你的手中。主，让我们的心深受感动，因为神，你要亲自的来扶持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因为有你，我们得着丰富；因为有你，我们跟随你。我们要得着丰丰富富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应该是回应诗的时间哈，但是我想我们插入一个祷告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今天很难得，谢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然后我们也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年轻层断代的问题，然后还有整个孩子们他们的心灵都被社群对手机所捆绑。所以一个以基督的爱为中心的学校，我们真的是需要希望上帝借着这个学校来赐福给更多的孩子，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梦想。我们齐心来为长荣中学来祷告。校长，还有他们的董事会，还有他们的牧者，以及所有的老师，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的圣灵在长荣中学运行，让每一个孩子他们在这里得着福音的好处，认识你，还有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让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得到永生，并且用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的一生，主啊，被你栽培，被你影响，让他们能够做世上的光还有盐。主啊，经营一个学校真的不容易，在跟这个新的世代这样子一个撒旦的一个势力之下，真的不容易。但主啊，我们依靠你，求你帮助长荣中学，复兴长荣中学。主啊，让长荣中学发光，让长荣中学使更多年轻的生命得到拯救。求你与长荣中学同在，愿长荣中学越台南越台湾都能够得到复兴。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现在是回应诗，我们一起来唱184首，请大家起立。请坐。现在是投资理财的时间。为什么会是安尼讲呢？因为圣经有说你们将当纳的1/10送入府中，以此试试我是否轻浮于你，甚至无处可容。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一句上帝说可以试试他的一节圣经。我们将我们的奉献欢喜乐意的
然后送入神的库中，让神的福气更加的赏赐下来。请起立。奉献宣告的祈祷文。我相信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伊有受赐甲受我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礼拜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上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保护你的百姓。奉耶稣基督之名来求，阿门。送红。咱同心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恩赐，甲大领，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愿平安与大家同行。